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14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咱国内新增加4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禁止印尼移工来台湾2礼拜要到期，敢要开放爱单讨论。行政长苏贞昌要红仔车送孙，随后发现讲发票顶头有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苏贞昌讲是有人假价，保代无市假保。政府明年要开放有3肉种的美国猪肉进口，有人讲加拿大卖猪肉拢有写敢有3肉种，为什么台湾做袂到？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今仔日咱个新增加4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2例是菲律宾的移工，2例是印尼的移工，拢是有加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拢是伫检疫期满了后确诊。另外，针对印尼移工禁止来台湾2礼拜，拜四2礼拜就要到期啊！敢要重新开放？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这2天会开会讨论。国内阁新增加4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来自印尼甲菲律宾，拢有登记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核酸检测CT值拢在30以上，而且拢是检疫期满了后采检确诊。指挥中心讲，案例738是菲律宾籍20外岁女性。11月26来台湾工作，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检疫，到即阵无症状。12月11检疫期满了后，12到病院采检14确诊。案例739是菲律宾籍20外岁男性移工。11月20来台工作，12月12自主健康管理期满了后，中介安排就医采检确诊。而案例740、741拢是印尼籍移工，分别在11月26甲19来台工作，入境了后分别到防疫旅馆检疫，到即阵无症状，也拢是由中介安排就医采检嚟确诊。因为都没有症状所以看起来都比较像是入境之前或在入境之后啊，那都有已经发病了一段时间，那所以在检验的时候有时阴时阳的这个状态。由这关一直出现印尼籍移工入境进前有阴性证明，不过检疫期满了后无症状确诊，互外界烦恼是不是真多防疫破空？指挥中心讲，这印尼籍移工大部分是社福移工，来到台湾家庭照顾老人，所以讲入境拢需要集中检疫。而印尼籍移工来台禁令，即要在拜四，也就是17到期，是不是重新开放？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这2天会开会讨论，首先要解决的是检验认证结果。我们看这个月来，35位这样确诊的印尼移工，那有21位，其他都有 PCR 阴性的报告。那在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里面，那对我们的措施来讲，那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破口了所以这个认证的机构大概是需要的。因为印尼籍移工暂停来台，造成有照护需求的家庭欠人，甚至团出有合法的看护就地化价。但是中强调会甲劳动部讨论安怎运用，也呼吁疫情期间若是有迫切需求的人，应优先使用长期照护2.0。记者综合报道。在要提醒乡亲，入冬了后上强的冷气团到位啊！气象局是讲，下暗到明仔上寒，低温干那12度。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东北部会上大雨。另外，大陆冷气团嘛较有染不落南，台湾的西半部、云林以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红色的警示。入冬以来，上强的冷高压报道，14、18台湾气温开始明显下降，而且湿冷的天气也继续，而且暗时了后更加冷。气象局预测，14暗时到15透早，气温的向下降是上寒。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普遍会降到14度、15度，但有一些空旷的地方，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13度甚至12度左右的低温出现。气象局预测，极端平地较快所在上低温来到12度，而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平均上低温大约14、15度，有高冷到拜四。全台平均温度大约16到19度。而这方面的东北部、贵人到宜兰这所在会落大雨。这摆大陆冷气团除了天气变湿冷，也夹着对中国南海空气污染，尤其台南市对13暗头啊到14早起空气污染严重 ，PM2.5规暗拢是旧色的，空气品质全国上歹。是会觉得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天空有点雾雾的，就是想要躲在室内里面这样子。一定要戴口罩，不然一定会一直打喷嚏，然后流鼻水这样子。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云林、嘉义、台南、甲高雄、屏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指标 AQI 呈现红色警示在顶级，主要拢是 PM2.5。云林以南可能恐怕都还是，就是说大概橘色以上，甚至都在红色警示等级。预估明年的白天才会逐渐的改善。
环保署表示，空气污染影响程度会因为中国空气污染累积情况甲如何进行有变化。如果明仔载期间了后，空气品质就改善。受到中国毒物南下影响，高雄市府环保局是启动污染大抢降载，营建工地也水质做法，并且呼吁民众减少伫户外停留，避免剧烈运动。出外爱挂水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摕进行3倍券去买红牙册，讲要送予查某孙。苏宏发现讲发票顶头是拍行政院的同一编号，敢是要摕来报销，这是引起争议。苏贞昌今仔日是强调讲，这是有人牙假无代无志去拍统一编号假报，这根本就无法度报销。毋过，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趁机会口说讲，那行政院的统一编号最近会正做全国热门的议题，要去调查这歹款，敢是已经年久月深吗？利用礼拜日参访的时间，行政院长苏贞昌早3倍券先煞买几本红仔册要送查某孙。苏宏发现算钱的时阵，出现行政院的统一编号。虽然行政院头一个时间有发出声明，表示这是正经提供给店家的资讯，苏贞昌完全唔知影，有缘引发争议。苏贞昌10时早起受访的时阵讲，有人假做代志。我也不知道有人多此一举，还去打什么统编，因为用家里的3倍券买漫画送孙女，这个我也没有要报公账，也上面有打振兴券，这一规定也不能报公账，所以也不必为这个做文章。苏贞昌爱大家唔免做文章，伊的查某囝嘛是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是赶紧替苏贞昌讲话。依法，公务员买物品给家人本来就不能够报账的，所以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不能，这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有没有统编，其实真的不是重点。册店阁假是一透早，阁发出声明，强调算钱的时阵，苏贞昌并无报统一编号，若是发票要换，拜二开店的时阵会协助处理。行政院阁有店家无用要拍火，那也是抓到机会来考试。看来丁一鸣不是例外，因为院长也都这样做啊，任何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这个是院长应该要明确的宣示。那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彻查是不是长期以来变成行政院的惯例。顶讲话，行政院经发言人丁仪明买100碗牛肉面，才因为拍统一编号，互质疑报功效。即摆院长买红仔册发票，嘛有拍统一编号。虽然苏贞昌强调有人假做这件代志，但行政院官员买物件，有人斗相共拍统一编号的关系，嘛互公私不分的质疑继续咧谈。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台湾亚洲练的国手柯淑晶，2016年伫里约奥运摕到金牌，今日阁有一块奥运金牌摕到手，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的金牌。咱中华奥会嘛已经证实这项消息。我是有听到这个消息，而且他们也有提供说，对于要他如何领奖的一些方式的建议啊。那这是他们正式传递到这个奥会的消息。我们也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雅典是2块嘛，现在是一块，还有那个陈伟霆的1块，还有许淑净在那个里约的应该是5块。因为2012年伦敦奥运本地摕到金牌的选手赵湘玲，因为药检无通过，方撤销成绩，改由银牌的柯淑晶摕到金牌。柯淑晶甲叶教练知影了后，拢真欢喜。柯淑晶已经伫2018年退休，也毋过去年嘛传出讲，伊伫2017年药检嘛无通过。柯淑晶是解释讲，伊是因为食到营养的补充剂的关系，伊嘛有向大家回信咧。伊的教练是望大家会当互柯淑晶一个机会，替咱台湾的体育界拍拼。镜头来台中市政府今仔日是正式对外宣布讲，台中捷运绿线12月19的通车典礼要取消，当时才会当通车，目前并无时间表。台中市长卢秀燕是表示讲，台北捷运的工程局对修复期伤过乐观，已经退回报告书，未来要成立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由第三方来审查。深深行礼一鞠躬，台中市长卢秀燕向台中市民谢信礼。台中捷运在这个月19通车日确定取消，同时也2摆退回8节报告书，正调组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来审查。我们认为故障的原因尚未完全厘清，所以做出重大的决定，要把通车日期延后，邀请学者专家进行把关。委员会现在正在筹组当中。
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朝虎进一步指出，登记着新上 SGS 检测，发现伊物理特性内底的控油强度甲降伏强度拢在标准以下，认为毋是个案，要求爱全面检测。在相关这些降伏强度、抗拉强度，约都比我们的设计的标准都还略低。那是不是代表这是一个个案或通案哦？是没有断裂的部分，另外再补送一支去做这些相关的材料检验。不过，对着连接器的轴心是毋是中国制造的，台中市政府依然无正面回应。中捷党市长表示，北捷即阵敢若提出优化方案，不过中捷希望36支的连接器轴心用全面来换新。是要全部换新啊！明确的过程就是要找到原因，送到委员会去明确化这件事情。而工程团员为有这部分所衍生的延迟通车损害赔偿的责任，台中市法制局强调，爱通车了才法度估算。对此，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应该要求赔偿就要要求赔偿。就算求偿，我们是代位求偿的。如果真的时间拖太久了，该求偿就求偿。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来北捷工程局甲川崎动工提出的报告甲解读方法，嘛要经过捷运局长审查委员会认可了后，修复并且完成测试，确定安全无问题才会通车。记者苏宏华报道。来关心代替随风甲交通这一段测试的时，山壁崩山，火车无通。经过10天的抢修，昨昏往外口的东正线这座铁基路已经抢通。今日透早5点17分开出第一班火车。为着安全驶过这一段规定时速限制伫40公里。若挖山壁的西正线这一座铁基路，因为状况也无好，尚无爱搁等1月日才有法度通车。透早5点17，头班自北岛站出发的列车通过高洞站，代替随风高洞段。东部干线14透早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来视察。列车经过我们有就是采取就是速限40公里这个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也呢在正式通车之前已经有架设全测站，那跟这个包括所有的设备人力都到位。我们所有的同仁这个感谢那也这个真的辛苦了，是应该的。法案保护代替工务单，为了这段时间的辛苦，经过10天的抢修，总共清出9700立方公尺的土石，完成铁基路加电火条的作业，这次恢复通车营运。不过因为边坡崩的情形较严重，西正线约快1个月才能抢通。好，那西正线还要再进行这个整个边坡的加固那同时因为走山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在维护整个就是安全的前提下那进行西正线进一步的修复。同仁是估计了这个应该都是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公路行车的安全，经过随风交通这个区间限速40公里慢行通过。今仔日通车也有5班列车停驶，明仔载全线会恢复正常的班次。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随风甲交通这一段之间山壁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目前呢政府正在规划台北到宜兰的高铁，会根据这的地质，拜托专家来评估，确保安全是无问题。铁道局嘛讲，根据目前规划，台北到宜兰的高铁要弄过几下的崩坑，上长的崩坑大约有10公里。10月中，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到宜兰视察，当场表示，高铁延伸到宜兰要开1764亿。不过，校约员乐观其成，交通部铁道局在1月2日启动高铁延伸宜兰综合规划，也佮宽屏作业。规划路线由高铁南港车站延伸到汐止基地，撇开翡翠水库集水区，以代替宜兰站为终点估算，全长56.4公里。不过，宜兰设站地点也伫甲地方政府就基地配置，转盘车做最后确认。不管是地质的这个分析然后跟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配合，一定是在安全为最高的前提之下，来找到最方便的路廊。由拄则发生台铁铁路边坡崩落事件，外界关心北宜高铁路线是不是未来也面临边坡问题？交通部已经指示，爱以安全是相关的原则。
根据铁道局规划案，北宜高铁路线可能经过做探过山岭的崩坑，估计北宜高铁上长崩坑大约10公里。不过地形关系，难免也是有经过边坡路段。铁道学会讲，以台湾这阵工程水准，边坡安全是会在掌控范围。铁路的沿线原则上我无法避免边坡，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防范边坡崩塌的方式。可是毕竟隧道工程里面还要考虑到像是地下水层，或是台湾比较常见的地震断层带的问题。铁道学会分析，北宜高铁的级别问题无伫安全，而是一旦兴建，会大幅改变区域生态，是毋是加速机来人口外流，抑个运量是毋是速度达到有期？未予高铁营运出现了钱，这是上需要综合评估的。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明年正月要开放有三百斤的美国猪肉进口，真侪地方政府即马拢在修法，要阻挡有三百斤的进口猪肉。中央是要求来源国写好清楚，互消费者会当家己做选择。有媒体即马是提出相片，讲加拿大的超级市场卖猪肉敢有300种，拢写个清清楚楚，为怎样咱台湾做袂到？零下18度的冷冻仓库，一箱一箱进口的猪肉、牛肉贴价真悬。面对美国内地进口即要来啊，进口商先甲国外签订合约，一律进口300种零检出，也家己制作标示自称。地方政府也出招，全力要来防堵内地。有大业者在营业期要开始，一定要标示到底含哪个都发胺或是不含，要讲清楚。云林县的我们成立零售肉精联盟，从饲料厂到畜牧场到屠宰场到分切加工厂到零售市场，我们全部把关哦。行政院以猪肉产地国大线甲来源声明做管理，不过地方也出招。台北市的设置无限内chế专区，要求进口商强制检验内chế。新北市一旦验出300种，若是超过标准，上悬罚2亿；无超过标准，嘛爱罚。九大餐饮场所也必须强制标示，若无上悬罚400万。不过行政院强调，若是依法令标示内底，恐惊引起无益报复。更严格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要提出我们的科学证据。WTO 的规范是说，你的标示规定不可以造成不需要的贸易障碍。一旦内地留在国内标示大战即要开始，有平面媒体报道，加拿大土价导输，加拿大 TNT 花莲超市肉片清楚标示含有300种，敢若去限着中央的水配。不过有旅居加拿大民众也表示，加拿大境内无论是伫 TNT 也是 Costco 超市，其实也有无标示的一般肉片，你一般人更加注意是不是注射抗生素。这款产品的一般猪肉价钱的1.5倍到2倍可能都有。它强调就是不含瘦肉精、不含抗生素，但是也只有这款产品会特别标示这样子。针对那个标示，然后做了肉类的抽查，就发现其实标示也不是第一个规范没有那么明确，再来就是也不是这么多肉商都标示的这么明确。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清楚标示产地来源国是对消费者保证。行政院是搁再讲，台湾现行规范已经超越国际标准，肉品标示无需要造成无需要的贸易障碍。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对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册中央大学的女大学生洪杀害引起社会关心。才经过个外月，即马高雄阁传出有5份人讲对阁讲有。早暗有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骑奥多麦要转去，互一个查甫人对15公里，3个互友判，加载无互掠去。警方追查了后，即马有掠到一个有前科姓张的查甫人。监视器画面，女大生骑机车经过无到10秒，后壁出现一台机车地着。13暗8点外，高雄一名18岁姓柯女大生为岐山骑车当厝途中，被生分的查甫人缀挖近15公里，一路缀到李岭大桥附近路口，探听红灯时找伊讲话，方记者了竟然有女大生的外头唔肯帮人。停红灯的时候，然后被一个男生从旁边拉外套。说他想认识，可是我说我不要，看不出来，应该20到30。女大生外头被救甲拖链仔强要害去，伊两开了后，赶紧加速骑到附近的加油站寻求庇护，并且报警。林府警分局协报了后，甲岐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经过规工调看监视录影画面，锁定嫌犯的车辆甲逃走的路线，才是下昼逮捕25岁姓张的嫌犯。动机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到案，我们要积极的了解。以目前来讲，我们是用这个强制、性骚扰还有毁损等罪嫌移送，报请检察官
指挥，然后移送桥头地检来侦办。根据了解，县长向官伫大寮一间冷冻公司做操作员，有几夜摆上所了前科，也有精神科就诊记录。不过详细犯案动机，有待警方进一步问询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高雄的连锁咖啡店 It's David 4大位传出雄倒店，十外金门市即马只剩台南的咖啡店有咧做生意。高雄市的劳工局是表示讲，12月初10，这间公司有通报讲要甲67个员工洗头路，目前有10外个人申请劳资争议调解。总公司是讲，因为受疫情影响，才做袂落去。苏达威咖啡伫高雄六合店门市大门锁着，豪华座椅贴一百角，有10外间分店的连锁咖啡苏达威，在是一透早伫官网发出公告，表示受到疫情影响，经营状况无好，决定即日起将暂停所有门市营业，只存台南唯一的嘉明门市照常营业。太临时了，因为我也昨天才收到消息说公司要倒，所以我也没办法。嘉明门市业者非常无奈，这嘉明无到半年，总公司就结束。近日的富士康广告为灿坤手中接过金控咖啡经营权，今年2月改名做苏达威。除了台南嘉明店，包括台中甲高雄拢总有在间店面一枚全倒店。目前如果以大量解雇来讲，应该是违规。不过因为这个部分是台中市政府的权责哈，会由台中这边来做后续处理。富士康广告总部位伫台中市劳工局表示，公司伫初10通报大量辞掉118人，也向高雄市劳工局提出资遣门市67名劳工，不过无提早60工前，已经明显违反大量辞掉劳工保护法，相当会当开罚50万。到10时，已经有16位员工向高雄市劳工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实际起，门市附近相关部分店家也表示，疫情确实有影响。有啊，因为整个6夜市真的人潮变得很少。真的有地区有影响。它疫情的时候，我们商家非常的多了，差不多1半以上了。而现在最近生意又比较回转了。以六合夜市为例，今年7月开始，摊商生意一直落9月份上惨，落一半，一直到顶个月才豆较好。新股港相关表示，大约影响业绩3成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调查，台中市有9成的露营区拢无合法。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台中市政府成立辅导小组，要辅导因合法。不过因为有真侪露营区拢在农牧用地顶头，业者是讲因为地目恶处理，毋是因无想要合法。台中市今年热天开幕的大安区滨海露营区，采公办民营收费一暗4、5千起跳，是合法型的露营区，也是台中市17处合法露营区之一。不过，台中市有111处露营场，大概9成无合法。台中市管理局指出，主要是卡伫地目上。其中这未合法94处之中，林业用地跟农牧用地合起来有88处，占了93.6%。地目使用上的问题啊，他们都一直要求要农地农用，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东西。它有一个林路的限制，而且它就是要求你的所有的农地要在路的同一个方向。根据台中市管理局的统计，17间合法露营区有4处是公营，2处是公办民营，其他是民营。无合法的露营区，大部分是位伫农牧用地上。因为想要设置合法露营区，只会当以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成立的休闲农场，一公顷面积只有4成，会当做露营附属设施。目前中央当咧研究修法，回到其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中，放宽农牧甲林业用地，用分设置露营区设施。那中央目前所了解，也正在研拟修订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放宽林业用地跟农牧用地，能容许设置这个露营设施。露营区业者批评，规范露营区的法规甲单位事权无统一，互因唔知要安怎办。台中市管理局指出，露营区合法化辅导过程，袂当违背各事业主管机关的无法，也互民众批评声不断。未来等中央修法完成，希望会当解决露营区非法存在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美国的疫情是全世界上界严重。目前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要挖30万人，美国嘛开始咧注意风险。另外，咱非洲的友邦施瓦蒂尼的总理1个月前去话到，即马传出伊已经死亡，才到52岁。那德国甲南韩即阵的疫情嘛愈拖愈严重。
圣诞节就要到啊，不过德国人会面临着更较严格防疫措施。为10月开始到明年1月初10，所有非民生必需用品的店头、头毛店拢着休困，各级学校停课，下年宴会活动嘛取消。zeitnah ausgezahlt werden und tja, die Maßnahmen sind sinnvoll auf jeden Fall, denke ich schon. 不过嘛有人批评讲，安尼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德国已经实施6礼拜部分的封锁，餐厅、酒吧拢关起来，店头甲学校是持续开放。不过这真明显无够来阻挡疫情。根据德国联邦疾病防治研究单位的资料，13国际日新增加确诊有2.200例，累计超过132万例；国际日新增加死亡的有321例，累计变22000例。Ich hätte mir auch gewünscht, dass die leichteren Maßnahmen eine bessere Wirkung entfaltet hätten. Wir haben ja hier gesessen und haben gesagt, wir brauchen 70% oder 75% Kontaktreduzierung. Wir hatten in den besten Fällen nur 40% erreicht. Und jetzt gerade auch durch das Einkaufsgeschehen zu Weihnachten ist die Zahl der Kontakte noch mal stark angestiegen. 全美国规模上大、上界复杂新冠病毒疫苗配送的计划，为密西根州卡拉马州的辉瑞公司厂房正式展开。在警方的护送之下，这个再救命药的连接啊，出发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 UPS 空运中心，甲田纳西州曼菲斯的联邦快递空运中心，疫苗全程是保持零下70度的低温。台湾在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的总理戴安博4礼拜进前因为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在南非断院13了后过往，食到52岁，死亡的原因并无公开。戴安博话到的时阵，讲伊家己感觉身体状况也袂歹，并无出现症状，月初去互送去南非断院治疗。迄当阵官方表示，伊的情形真稳定，对治疗的反应真好。史瓦蒂尼的人口有120万，目前确诊的人数累计超过6700例，拢总有127个人死亡。南韩首尔当伫一个大型的货柜。改建做活动的病房，要来消透医疗院所的压力。目标是未来这几个礼拜内会当增加1万的病床，因为连续2天确诊的人数称悬。南韩总统文在寅警告，目前的疫情是真严重，除非会当甲第3波疫情控制掉咧，若无就会考虑甲防疫的等级为2.5提升到上悬的第3级。若是进一步缩按社交距离限制到全国上悬的3级，嘛代表南韩接落来可能会头一届全国封城。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那美国总统大选，各州的选举人14要登票，民主党的拜登甲贺锦丽确定选调。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是大讲，这是美国史上上垃圾的选举，嘛坚持唔认输，讲官司会拍到底。全美国50个州甲华府拢已经认证当地选举的结果。拜登伫总票数538张选举人票当中，摕到306票，超过当选的条件270票。川普摕到232张。各州的选举人团14会伫各州的州议会大楼，或者是州长甲州务卿办公室投票。拜登会伫迄天暗时发表演说，庆祝伊选调，也有美国民主坚强的力量。选举人团程序完成了后，各州会把票送去华府。国会会在1月7日举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由参议院议长，也就是副总统正式宣布当选人。这个选举了后，自本就是行一个程序的仪式。今年却因为川普硬唔认输，成做各界关心的焦点。I worry about the country having an illegitimate president. That's what I worry about. A president that lost and lost badly. This wasn't like a close election. You look at Georgia. We won Georgia big. We won Pennsylvania big. We won Wisconsin big. 川普13鋪文講2020的大選是美國歷史上上屆腐敗選舉，抑閣講各州甲政治人物，哪會當替一場濟違規，抑閣有實質的選舉來背書。毋過伊這個主張毋但佇聯邦法院徛袂在。就连以保守派大法官占大多数的联邦最高法院，嘛拢驳回共和党提出选举有问题的诉讼。一内民调显示，敢若有1/4共和党的选民接受大选的结果，也就是讲，川普抑阁有本钱会当继续乱落去。No judge has had the courage,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I am so disappointed in them. No judge,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the courage to allow it to be heard. 华府、亚特兰大、奥林匹亚、圣保罗等等的城市，12有袂少川普的支持者去街路游行。其中华府的自由广场有一阵极右派民兵的组织，叫50某囡仔的成员，甲街路的标语写乌人的名嘛是命的布条啊，摕落来放火烧，抑阁含乌人的名嘛是命的支持者发生暴力的冲突。过程当中有4个人受伤，20外个人去互掠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受疫情影响，边境封锁，飞行机无人客，真侪航空业者规气甲客机改做货机，随便生理长滚，也毋过因为耶诞节到位，货伤侪大塞车。亲像即阵伫英国陆海空的货运拢塌，侪耶诞节的礼物甲相关的产品拢塌甲袂赴上市。英国上大的货运码头菲利克斯多
每一年全国有4成的货柜为遮出入，今年这个时阵处理的速度特别慢，因为新冠疫情致使海运真侪货拢无法度入来，嘛有真侪码头的工人，抑个有货运的运将，因为去为着新冠肺炎大爱隔离，也若铁路甲公路运输的量嘛已经紧绷，加上英国脱欧未来贸易的情形也无稳定，致使厂商囤货，互袂少圣诞节的礼物，抑个有汽车的零件，拢调伫个码头的货柜袂顶袂动，造成制造业欠了停工。也若小卖业，年节相关的商品恐惊卖袂付市。So games and puzzles in particular were very, very strong during the first lockdown and have sold well during the year. So we've been running to catch up. So we never really did have large stocks to go into Christmas. 比利时的邮局嘛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疫情带动线顶买物件的趋势。今年第二季就成长78%，到圣诞节进前的大月，包裹的量是直头增加。政府另外请3000个临时的工人，租2000架货车来配送，创下过一日送60万件的新纪录。咱若便利商店内底，等人客来领的包裹嘛顶甲满满是。Bon, dans mon cas, certainement, je commande plus que d'habitude, certainement pour la situation Covid. I see that Amazon is going to grow. I see that Alibaba is going to grow. I believe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both of them are going to act accordingly versus freighters. 疫情改变全世界一年，旅游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民航载人客飞行机停驶，所地二手的飞行机继续排斥。全球的航空业者就连刷个载人客飞行机研究改装做载货飞行机，想袂到对着这波线顶买物件的生意，也若有甲客机改造货机这种 P2F 转变的业者，包括新加坡的新科工程、以色列航太工业公司 IAI， 也有美国的 AI 等等3间公司，拢因为安尼趁着这条是袂少。业者预估，明年全球 P2F 转换的数量会成长36%，会有到90只。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讲到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核灾甲辐射。切尔诺贝嘛是反核能运动的教材。即摆有科学家就发现讲，核灾周边30公里无法度住人，也毋过煞住真侪野生动物。乌克兰的政府最近嘛暗示要甲隔离区申请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2019年推出的迷你影集《核爆家园》，具体展现1986年切尔诺贝核电厂第4号反应炉爆炸事件的情形。在变发生了后，大规模撤离行动，让原本闹热的普里皮亚特小镇一时变作无人住的鬼城。除了无使用核电厂，隔离区内底残破的厝、路标甲游乐场，拢伫甲说人讲，未来遮因讲无可能再有人类长期住伫遮咯。不过，当地科学家认为，辐射污染虽然继续造成环境的负面冲击，不过人类的离开却是生态环境的福音。30多年来，慢慢恢复生长的原始森林内底，不时会使看到狐狸这各种保人类动物。附近河川也袂少鱼类生长，而被列做极端危险的野生动物普氏野马，也予科学家选定遮真多野饲的所在，而且拢真多吸引观光客的重要卖点。乌克兰政府统计，在新型冠状病毒侵袭进前的2019年，受到纪录片上映影响，切尔诺贝隔离区吸引观光客创下历史新高，有12万4千人次，其中大约10万人是来自其他国家。不过，乌克兰官员认为，普里皮亚特无应该只是予人来遮佚佗的所在。Так, зона може бути і має бути відкрита для людей, але виносити звідти вони мають не лише пригоди, як сталкери, які опиняються в якійсь забороненій території. Вони мають виходити більш наповненими і історичною пам'яттю. 官员认为，若是有机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除了会使提升观光旅游价值，也会促使整个政府投入更加多资源，改善观光基础设施。不过，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就是真长的过程。若是明年3月应正式提出，嘛要等到2023年才有结果。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来关心华航的飞行机身，因为是写 China Airline， 伫疫情的期间送为了物资出去的时，拢向误会讲是中国送去的。今日是有风声讲华航的777F 机队送回飞行机的机身，即马已经改写 cargo， 若 C 内底佫有一个台湾的图。华航777的飞行机机队是华航的货机，飞行机的机身是写 cargo， 若 C 这个字内底有一个台湾的形，若引起争议的 China Airline 这个字是细改对飞行机尾去。
华航是表示讲，因拢总有买6台，伫2023年会全部交机送到柜。若头一只伫12月初1已经送到台湾，若明年正月阁有2只会飞来台湾。来关心咱政府要管理查处价推出实价登录2.0的政策，未来爱照门牌也是地号来登记，若写假资料，上悬会罚75万。为了鼓励厝头家要加入咧社会主体的包租代管，政府即马嘛拍算要来修改主体法，互这厝头家会当减税。为了落实居住证期，政府推出拍查房政策。内政部处长华敬群10时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推动实价登录2.0，将显出完整门牌地号。此外，为要鼓励厝头家加入社会主体包租代管，加降低厝头家被诈税几率，内政部将修正主体法23条，建议将租税减免金额为1万提高到15000。那来提高租税的减免的金额。让参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房东，以后都不用担心有查税的疑虑。另外，内政部对于查租价管处价订还无改，生活维修处买卖无照实申报，继续交予面积不实。经过处罚3摆了后，无改人将按处加重处罚15至75万罚款。而且，若有纠团查房的情况，内政部也建议修法会当用刑法裁处。内政部也表示，拍房开始出现效果，观察到市场上某一寡不当行为开始退场，有降温的趋势，业者开始加强自律。报也应该是有相当的效果了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某些行为确实已经开始退场了，整个降温的状况有发生，那业者自己也开始加强自律。那我先请教你一下，你个人有没有第3户的房子？跟你太太有没有第3户的房子？我跟我太太名下1户房子都没有。特别对于纠团炒房，严重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我们也希望修法之后用刑法来裁处。也阁有内政部也将加速红单禁止转让、征收平均地权条例，阻止炒作。华敬群表示，相关版本已经准备出来，这礼拜会甲立委进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天新闻对有线电视转去社群影音平台 YouTube 报送。那 NCC 最近是要举办座谈会，管制网络的言论，互外界的质疑讲，敢是咧针对中天 ？NCC 是回回讲，座谈会早就安排好势，是要听专家的意见。国民党是批评讲 NCC 限制言论自由，互台湾倒转去威权的时代。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最近会办理所谓通信传播法的座谈会，目前中天新闻为有线电视系统落市，换去社群影音平台 YouTube， 去互外界质疑讲 NCC 是针对中天，而且管制网络的言论。针对这点 ，NCC 主委陈耀雄10时8回讲。相关的座谈进程都安排好势，嘛会持续咨询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开过1次专家咨询，然后我们21号也会找各大业者来，大家共同讨论。这本来是利用多方利害关系人大家共同的参与，来讨论说未来我们在这个整个网络平台上来讲要怎么去处理。所谓通信传播法的草案，立法的目的之一是要管制假消息。根据草案的内容，人民册 Google、YouTube 等等的网络平台，当使用者去互检举，传起的内容是假消息，平台业者就会当把这个内容摕落来，而且免负担相关审查或者是监督的责任。这个草案2018年捌送立法院委员会初审，不过因为争议伤济，所以无完成修法。国民党指出。NCC 嘛当地研议网制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的草案，规定经由网络提供收视的业者，可比 Netflix， 也有 Live TV 等等，爱公开使用者的数量、营业额，也有流量等等。若是内容经过 NCC 的认定，有妨害国家安全、甲公共秩序，相当会当罚100万。第5条说是自愿登记，达到一定的标准之上，而你有收取广告盈利的话，那么你就是被强制登记。蔡政府现在是要双管齐下，用这2个法来钳制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这是绿色威权复辟。国民党批评讲，所谓通信传播法、甲网际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会限制台湾人民的思想，也有言论自由，而且会让台湾的社会转去到威权时代。不过，陈耀雄嘛反驳讲，网络有开放甲创新的特色，外界咧喊网络戒严的讲法。是无适当的比喻，嘛无可能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原
关森集团甲丹麦公司合作，伫当地设高科技的菜色工厂。不过今仔日有员工是出面指控讲，因做的工课内容甲资本讲好的无同，嘛这个公司毋是互因工作签证，互因做误工。针对这件代志，公司就提出文件驳回，嘛讲无排除要提出告诉。自丹麦台北代表处并册上，本月4日曝出台湾关森集团甲丹麦公司合作，伫当地设置高科技蔬菜工厂，以 AI 系统伫室内规年栽种有机蔬菜。关森当主主蔡文清欢喜比赛，互台湾人士的发光。也毋过10时强有前往丹麦协助设厂的员工出面控诉，原本表示工作内容是提供专业技术，却变做粗工，爱执行高空作业，甚至签证毋是工作签，是观光签。我感觉我是受骗了。他感觉说我有农业，我有技术的人，怎么去而变做出工？后来才去了解到，其实我们是没有工作签的，我们是持观光签进去。我们要操作高空作业车，但操作高空作业车的时候，我们当到7层楼高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半点防护的。这个员工表示，到丹麦，逐工工作10点钟起跳，无加班费。我40名台湾员工住伫露营车，伙食食袂饱。指控关森集团甲承包商基用工田剥削劳工，也毋过承包商表示，出发前拢有甲员工说明工作时间内容，并且教育训练，也有签相关合约。先告知所有要出发的人员，并且也请他们签立了一些安全告知的东西，跟我们现实的状况是完全不符合。除了原先会提告以外，我可能对他们也会提告。我们并不是有观光签，我们是跟丹麦政府做了一整个专案的申请入境。关森集团也提供相关文件，自称表示，这个海外组装工作团的签证是甲丹麦政府专案合作，并无误工记录，对散播不实要件因素，将不排除提告。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有答应讲，要甲高雄的大社工业区降做污染较低的一种的工业区。那安尼，石化业就要关门。当地石化产业工会烦恼未来会那关门，劳工就会无头路，所以成立自救会，讲伫这个月26要发起万人大游行，上街头维护家己的工作权。不劳权，不劳权。大社环江边劳工自救会14即天成立，因为烦恼大社工业区江边一种工业区，当地石化产业可能拢爱关厂。大社工业区年产值1000亿元，产品以内需为主，占国内需求高达60%。一旦江边为一种，业者各项操作许可证及环保证照将无法展延，等同官场一途。官场影响的不只有区内的员工与厂商，也会渐渐影响民生经济。目前大社工业区有12间厂商，员工2700多人，因平均的年岁差不多45。若是中年失业，对家庭影响真大。现场30多间石化产业工会来声援，嘛有学者认为，大社石化产业未来一定爱迁厂，上好是豆豆啊降边。我是暂先降为甲种的啦，好，然后等那个政府能够找到适合的地点，甲刷厂的时阵较来降为一种的，安尼可能较好啦。爱较紧找到一个适当的所在，互大社工业区伊只的石化厂会当迁去遐。不过，赞成降边的环保团体认为，大社工业区降边是20多年前就决定的代志，是经济部拢无处理。经济部其实一直拢无把这个代志好好啊来面对，好好来处理吼，所以伊就希望讲先降做甲种的工业区，再来刷做乙种的工业区，但是足早就已经决定要做乙种的工业区，所以我想讲大社工业区内底的厂商，其实因嘛是拢知影。目前大社工业区案搁伫个内政部审议，中央甲地方政府、劳工甲环保团体也未有共识。劳工自救会按算，要伫个26发动万人大游行，捍卫工作权。记者邓亚军、赖伟做高雄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消基会进前伫湘北市买米做物件，亲像是米精、米仔糊，也是饼，计共20项。结果发现讲有4件重金属超过标准，产地拢是咱台湾。农委会即马讲要来追查原料米是对倒位来的，嘛要看农地敢是有受重金属的污染。若红点名这产品，即马拢已经陆续回收，嘛，互消费者会当退钱换货。
为着补充人奶甲牛奶内底无够营养素，袂少家长伫红牙4个月到6个月时阵开始补充米精、米饼，还有甲果子、无油油等等的副食品。毋过顶一日小机会伫湘北的大卖店，还有红牙用品专卖店、甲网络等等的通路买20件米精、米糊、米饼等等的样品，结果发现讲，包括宜丰糙米米糊、旺仔营养精纯米饼，还有喜家园米饼糙米等等4个样品去互验出力的量是伫0.05到0.3 ppm， 超过限制。小机会讲，当今相对红牙还有幼囡仔，可能会造成低磷发育慢等等的问题。虽然说这一个食品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假如说是果真都是用我们台湾的原产米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农政单位可能也都要去注意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米的产地啊、农地是不是有遭受污染？我们算是米的大宗厂商，我们是配合这边政府或农会、农粮署那些推荐厂商我们来做这些采购的。现在详细的部分，我们工厂还在做一些调查。的验土是它是未检出啊，我耕作是不放肥料的，我可能会验商品跟验土，可能都验一下。根据食品当中污染物质，还有毒素卫生标准的规定，以列个标准来讲，红牙甲幼囡仔各物类辅助食品，还有副食品列限制量是1公斤0.04毫克以下。若是一般民众食各类的食品，列限制量是1公斤0.4毫克以下。民间的这个检验中呢，有4件疑似不符合我们标准中的这个镉的标准，那相关的这个辖区卫生局都会进行稽查。农委会表示，会进一步了解使用的米的来源，若是台湾生产的米，就会对查农地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也若有咧卖这4款无合格的商品的店头，亲像爱买的各分店，拢已经落市无咧卖。也若家乐福目前嘛已经甲旺仔营养精纯米饼落市，消费者若是有疑虑，会当摕发票去退货或者是换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营总上新的研究，脑中风可能甲基因有关系。研究团队是发现讲，有一款基因突变会增加11倍脑中风的机会。嘛发现讲，咱台湾有1趴的人口，大约是23万人有这款基因突变。50外岁中小者外表看袂出捌脑中风，今年前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医，起初只是面麻，也是困脚会喘等症状。也毋过因为母亲捌伫50岁时阵头一摆中风，伫医师的建议检查，发现有 R544C 突变基因，而且脑部病变情况明显，发现已经小中风几啊摆，也毋过症状无明显，所以毋捌发现。脑神经内科的检查，我在别的医院做过。那时候是我40多岁的时候，但是当时的医院只是告诉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医师表示，脑中风伫10大死因中排第2到第4名，平均逐年夺走1万多条宝贵生命。高风险主要是3个族群，也毋过根据台北营总神经基因疾病研究团队上新研究报告指出，脑髓里基因上的 R544C 突变基因会造成遗传性的脑部小动脉血病变。唯200位中风病患中发现，有2/3病患有中风家族病史，平均发病年纪56.8岁，因为会一直发生欠血性脑中风失智、走路困难，也是脑出血等，而且佫发现是台湾特有的脑中风基因突变。先祖效应就是有一个共同一个祖先所遗传下来，而在整个的台湾的一般民众呢，它占了接近了1%，就可能有23万的人呢带有这个基因。医师表示，有这款基因的人，较会发生小中风，甚至16%的病人，较会发生出血性脑中风。民众会当透过基因检测，提早发现、提早预防，就会当透过控制血压等，调整生活、控制饮食，加培养运动习惯，佮透过药物控制，就会当有效降低中风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踮伫安养院内底老大人惊起袂着，嘛加较罕咧出门。有老人之家即马专工找人来摆市啊，或是带去踅街，嘛带老大人去咧遐拍翕相，想要去倒一个国家，电脑的背景、家己景翕出来相片，袂输亲像出国游览共款。稍微微笑一下，眼睛睁大。一张一张的相片，甲即寡老大人出国佚佗的记忆记录落来。不过，斟酌甲看，这款相片拢是伫摄影棚内底翕的。跟他出国吧。我自己也很开心，我在那边也照得很开心，也学了很多。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游览，老大人的抵抗力歹，甚至真少出外行打，惊去袂着。所以南区老人中心就用伫摄影棚翕相换背景的方式，让老大人看起来亲像伫国外景点头前翕相，长辈拢感觉足心息。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其实长辈有些长辈在反映说，可不可以有机会去日本玩，所以就用一个所谓的伪出国的方式让他们去哪里可以拍照，也邀请了一些摊商进来，然后让他们有多元选购衣服的机会，让他们也感受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美食文化。其实南区老人中心逐年拢会办无同的活动，今年唔但互老大人翕趣味的相片，嘛邀请中央市场甲新住民来摆档，请志工陪老大人出来踅街。食好食的外国食食，互老大人会当出来唠唠的，甲同辈开讲，就亲像做伙队团旅游同款。记者综合报道。若推销旅游嘛，兼顾环保甲减碳。屏东县政府伫潮州等一寡所在有设公共脚踏车批摆系统，骑脚踏车踅市区，豆啊耍，运啊看，心色阁趣味。屏东县政府大力推广公共脚踏车批摆，今年伫潮州镇建立新点，配合潮州火车头，佮有客运转运站，打造更加完整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佮连接潮州镇内主要的上款和景点，就是要达到旅游减碳的目标。也望要互民众骑了愈舒适、愈安全，批摆佮再升级，大调整脚踏车的设备。为着鼓励民众加骑公共脚踏车，减少碳的排放量，使用批摆头前半点钟有原有免费的优待，借车的方式也真多元。电子皮包、扫 QR code 等，可一支手机就通解决。在我们屏东市跟潮州有批摆的地区哈，我们都是采用新的一个收费费率方式哈。那我们一样哈。为了有鼓励性质哈，节能减碳，然后让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然后做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运输哈，那鼓励大家使用 P-Bike， 所以我们前半小时哈依然是保有免费的一个方式。那未来现在有讯息是说，我们可以用网络支付，然后绑定之后，他在支付上用手机就可以去支付 P-Bike 的这个骑乘费用，那这个会吸引年轻朋友哈，会加入这个。我们双铁旅游的市场，鼓励他们来潮州这边游玩。减少碳的排放量是当今世界拢正斟酌的议题，地方政府也尽心为环境出力。屏东县潮州镇唔但向地方居民大力推广公共脚踏车 P-Bike， 佮甲 P-Bike 站配合重要的交通运输地，就是望方便来到地游客就来骑。那游览风光，那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飞无人机嘛会当比赛，这个比赛按算点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会加入正式的比赛项目。这阵5G的技术当地发展，嘛应用伫无人机的比赛顶悬。工研院嘛利用科技创造出整合虚拟实境的比赛场景。无人机快速踮天顶走闪障碍物，而且除了真实的场面以外，还有虚拟障碍物嘛会闪。这时阵对无人机第一时间拖倒转来，互比赛者目镜看到的画面，速度就真关键。画质上面跟它的反应力，我觉得它就那个反应力是真的很及时，是我觉得蛮好的。虚实整合是一项非常新的一个突破。对，那我们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提升，未来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带到国际上，让国际也能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5G 技术传送到选手目睭前的画面，敢若慢0.05秒，唔难改善画面传送的速度，也通打造实体甲虚拟结做伙障碍比赛，甚至无人机弄着物件，选手也会感觉到震动。一秒的时间就30公尺，所以你一看到什么东西要闪过去，我就只给你1秒啊！所以我们这低延迟的特性，在这个电竞无人机就是最能彰显的5G应用。低延迟还有高速的，这是2个特性可以表现在5G，用5G 的技术可以呈现出来。未来这项技术，佫会使使用电智慧医疗顶悬，结合5G 甲人工智慧，而且透过产业合作，让台湾5G 技术在世界上继续发光。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天气报道在传乡亲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18度。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20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最后，带乡亲，咱做来看杜拜的出世喜宴。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